揸車前索 K，鏟到同事入廠刺打機。呢度係屈臣氏蒸餾水大埔廠房，有5次案底，4次同毒品有關。28歲嘅鍾文康2月有一日下晝就喺度撞親同事噶啦。嗰日佢無啦啦鏟起28歲男同事架車，搞到成架車係翻側，男同事被拋出車，右腳被扎住。個同事即刻救人啦，但佢又撞埋嚟。好在保安醒啊，衝去掹匙。佢最終係被同事制服，但就同警察講自己清醒冇撞人。後嚟晚上落口供，佢又改口啦，承認翻工之前索咗100蚊機仔。諗翻起撞人嗰陣就好似打機咁，但已經唔記得詳情啦。佢尋日承認狂亂駕駛傷人同吸毒罪，求情就話月入13000蚊，因為長時間工作導致唔夠精神，先至吸毒提神，搞到同事要雙腿骨折，要留醫3個月，深感後悔。不過裁判官聽完之後就講到明，或者會判即時監禁，將佢還押到28號等戒毒所報告判刑。